大家好，歡迎嚟到資訊365。上個星期六8號嘅晚上啦，警方接獲市民報案，指有女子喺旺角行人天橋上面疑似多次拍打自己隻狗。警方高度重視，經過連日調查，翻看 CCTV 之後呢，喺11號嘅晚上警方呢喺旺角區拘捕一名31歲嘅女子，涉嫌殘酷對待動物，現已獲准保釋候查。我哋睇片。分晒過去。分晒過去。畫面可見一名身穿白色衫嘅女子呢，踎低身幫隻白色嘅貴婦狗帶狗帶。原本場面都相當平靜，狗狗冇掙扎，亦都冇亂喐。但女子突然間情緒激動，用隻手拍咗隻狗4-5下，啪啪聲咁樓主拍攝都咗一聲，現場氣氛即刻就凝結咗啦。影片最後白色衫女子呢就抱起隻狗離開啦。拍片嘅樓主發文指，當時大概係晚上嘅8點零鐘，地點係旺角中心附近嘅行人天橋。佢話真係嚇咗一嚇唔知可以做啲咩嘢所以就冇上前阻止。錄片呢一下已經係第2次咁樣對隻狗啦。樓主已經上載咗報警記錄，佢仲話隻狗好無助夾晒尾，好似唔知發生咩事咁。貼文一出啫，即刻引起網民熱議。有網民就怒斥啦，黐 X 線嘅隻狗又冇亂叫亂吠，又冇喐，好乖嘅你無啦啦拍佢做乜嘢拍到好大聲啪啪聲，證明真係好大力，隻狗都夾晒尾一定好驚啦。平時估計都受唔少啦。亦有網民表示心痛，睇到想喊點解要對隻狗咁樣呢？好殘忍警方呼籲市民若有人懷疑虐待動物呢，應該即時報警及聯絡呢個漁護署救助。根據防止殘酷對待動物條例，任何人如果被定罪，可判罰20萬及監禁3年。今次事件再次引起社會嘅關注，唔少網民都反思如果下次親眼見到呢啲類似嘅情況呢，應該點樣出手幫助？咁咪就行埋去警告佢唔好咁做咯。如果再見到就報警拉佢咯。就係咁簡單咯，點做唔係？好啦，唔知各位觀眾又點睇呢？歡迎留言、點讚、訂閱，我哋下條片見啦。